毛的新西藏，革命即杀劫。人民公社。对于西藏的农牧民来说，人民公社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最直接也是最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人民公社恶化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正如破四旧粉碎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至今不能忘却对人民公社的记忆，在他们的语言中并没有给翻译成藏语的人民公社这个词留有位置。恰恰相反，他们记住的是汉语发音的公社，如同共产党这样形而上的词汇，也如同白菜、酸萝卜这样并不形而上的词汇，这些都是外来的，却保持了原本发音的词汇。牢牢地在经历了各种社会变革中，不断丰富的藏语语言体系的大地上扎下根来，带有历史的痕迹。在装有这几幅照片的底片带上写着庆祝人民公社的字样，天高云淡，颇为广阔的土地把模样敦实的山推得老远。从正穿过土地的游行队伍的服装上来辨别，他们可能是拉萨近郊的农民。那么我父亲所拍摄的是西藏的第一个人民公社通嘎人民公社吗？图左是一幅有意思的照片，我们头一回看见列宁的画像高高的举在西藏农民的手中。为什么会选择列宁的画像呢？共产党的其他几位祖师爷如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的画像何以不见其中？当然，这是一个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其实也无关紧要。对于西藏的农民来说，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外来的神灵。走在前面的显然是党的女干部，她身穿不同于身后老百姓的干部服装，裤子上的2块大补丁十分醒目，以显示艰苦朴素的作风。她是乡长还是县长还是工作组的组长呢？他独自走在这一群西藏农民的前面，如同一位带路人，正引领着西藏农民走在通往社会主义天堂的金光大道上。这座金光大道就是人民公社，它依傍着宽阔农村的田地，长满杂草。党教导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正是人民公社的特色。可爱的演员们送戏下乡，歌颂人民公社。今天，可爱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歌颂废除了公社制度的农村个人奔小康。一代代演员就像是党手中的玩偶，听凭摆布。劳作的辛苦从这位公社女社员的脸上可以看出，但面对镜头，她仍然绽开了淳朴的笑容。这3幅照片分别是西藏卫藏一带的农村，拍摄于1960年代末期，和藏东康定一带的农村，拍摄于1970年代初期，在人民公社化之后进行集体劳动的场景。从成都、康定等地到康定农村当知识青年的年轻汉人似乎过着一种浪漫生活。被称为知识青年的年轻人穿上藏装，骑着马，有摄影师摆拍，或者化浓妆，在简陋的舞台上表演汉藏大团结、军民一家亲的歌舞。但据了解，这些以汉人为主要的知识青年实际上多数在西藏农村过着精神痛苦的日子。我采访过于1976年8月从沈阳来到西藏农村的60多位知识青年中的一位，他说，同伴们很不习惯西藏农村的生活，天天都待在屋子里，也不参加劳动，不到半年一个个都走了。但他愿意在西藏农村开天辟地，而且全村老百姓很照顾他。他说他吃过全村每一家的饭，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喝的酥油茶都要给他送来。1959年之后，在西藏农村和牧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传统经济的一次革命。紧接着，人民公社化更加剧了革命造成的混乱。党的干部们急于使西藏跟上全中国的步伐，开始了公社化的尝试。早在1960年，西藏农村已经建立起
8000多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试办了70-80个合作社。但鉴于西藏彼时平叛不久，局势不稳的实际情况而暂停。1965年，西藏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在堆龙德钦县通嘎乡试办了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又在达孜县邦堆乡试办了第二个人民公社。到1966年初，已经办起了130个人民公社。革委会成立之后，更是快马加鞭的大办人民公社。到1975年，西藏99%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1925个，这无疑是革委会的胜利成果。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成果是出现了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来改造自然，把穷山恶水变成人间良田的一个名叫大寨的人民公社。1963年，毛泽东一声号召农业学大寨，使得全中国所有农村投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高潮中。位于山西省西阳县的大寨是中国所有人民公社的榜样，象征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一。西藏也和中国各地的农村一样，要把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建成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因此，西藏当年的农牧民恐怕一生中最记得中国的2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大寨。如何学大寨呢？除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即搞水利、修梯田，诸多并不符合西藏情况的政策出笼，如盲目开垦草场、牧场搞粮食种植，把种植青稞改为种植冬小麦等等，这在以后被认为既是一种社会灾难，也是一种生态灾难。青稞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农作物，也是最适宜在高海拔地带生长的农作物。由青稞而加工成的糌粑是使这西藏民族在这块绝对高地上繁衍生存下去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几乎所有藏人都不喜欢吃小麦，而且在西藏种植出来的小麦品质之差，简直无法食用。尤其是公社化没收了农牧民的土地和牲畜，而在集体化的劳动中，工分收入极其微薄，包括公粮在内的税收虽不算多，却也并不轻松。农村和牧区之间以物易物的传统方式，如用青稞交换酥油和肉类被取消，改由政府统一配给口粮等等，加上雪灾、暴灾等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甚至有整村的人在外行乞。根据中共自己的评估和统计，公社化后期全西藏有50万人的生活比不上公社化以前，其中有近20万人生活相当困难。这个数字在当时西藏自治区180万的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惊人的高。西藏的中共官员不得不承认，西藏老百姓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看来，即使天天都在田间地头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可毛泽东思想这个精神原子弹并没有使西藏到处麦浪滚滚，粮食堆满仓。然而好笑的是，1974年11月，西藏召开农业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中共高官任荣竟在会上自豪地宣布，全区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几天后，大寨英雄陈永贵，这位已经变成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的农民，视察西藏，认为西藏的形势相当好。西藏农牧区的老人们除了记得大寨，还记得大寨的领导人陈永贵。图为1974年11月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专程来到西藏来宣传大寨的经验，与山南地区龙子县烈麦公社党委书记任真汪杰握手。
仁宗王杰被称为西藏的陈永贵，据称是中国唯一一个副省级乡党委书记。翻拍自1975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区画集》。1976年，一部中共官方拍摄的纪录片《西藏高原大寨花》上映，讲述的是西藏第一个人民公社，即堆龙德钦县的通嘎人民公社批山开始造田治水。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西藏高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海拔4200米的世界高层帕里，各种农业经济作物冲破高寒禁区，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万里高原旧貌换新艳，西藏盛开大寨花。影片简介如是写道。而公社化的进程对西藏农村和牧区的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美国藏学家 M.C. 格德斯坦在1980年代对西藏西部牧区为期16个月的田园调查中发现，个人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寺院和祈祷墙等都被拆除了。牧民们被迫抛弃他们头脑中深深印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和风俗，例如，男人必须剪去他们那有特色的刘海和辫子，妇女也被要求打破女人不能宰杀动物的戒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因为牧民们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都被故意的颠倒过来。更糟的是缺乏实务，西藏的干部操纵的阶级斗争大会，以及大量倾泻的歪曲一切事物的宣传，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和不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仅仅想从语言上减少西藏人对传统伦理的认同。为此，他的总结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政策是想保持牧场的经济，但破坏掉牧场的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人民公社化在西藏的很多农村和牧区激起的强烈反响，并没有出现在这些照片上。在采访中，当年在昌都一个区里当区干部的霍康强巴丹达说，当时农区已经完成了公社化，接着在牧区办公社。他所在区里的文书在大会上表示异议，说牧民们不愿意办公社，因为他们对自己放牧的牲畜很有感情，可现在要把牲畜都交给生产队，他们的心里很难受。就因为这句话，县公安局的警察连夜抓人，这位文书被关了整整3年。格德斯坦所考察的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帕拉乡，在1969年年底因为反抗把牧区变成公社。大多数的牧民在传统领袖领导下发动起义，控制了该地区，杀死了几个亲中国的西藏官员。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政府，宣称提倡宗教和经济自由。很快，叛乱就被南部开来的中国军队平息。中国政府逮捕或处死了一些领导人，对其他的人进行监禁或再教育，然后建立了公社和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说，在1969年的一系列混杂着各种目的的反抗事件中，有些正是出于对公社化的反抗。藏学家次仁夏加在他的著作《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中写道，在某些地方叛乱活动是由于中共试图恢复人民公社制度而造成的。正如当时流传在西藏底层的一句话，解放就如同给人们戴上了一顶狮皮帽，皮帽干得越快，就哭得越紧。于是中共声称获得解放的翻身农奴表示不愿意要这样的解放，喊出了吃糌粑的赶走吃大米的口号。当然，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可以简单化的一言以蔽之，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如此之多的可能实际上都源于一个前提，那就是革命。
一位伴随着发生在西藏的所有革命度过了大半生的藏人知识分子说，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革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而人民公社化既是夹杂在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之中，对西藏经济的又一次革命，也因此与体现官方意图的媒体所做的宣传相似。我父亲所拍摄的人民公社的照片反映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在虚拟一种幸福生活的假象。不知道在这些参加集体化劳动和学习的人群当中，有没有知识青年？早在1965年10月，西藏日报报道，有一批首都知识青年自愿到西藏参加农业生产。1970年，西藏的本地中学生被下放到西藏农村插队落户。随后多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仍在进行，不断有一批批热血青年从中国各地来到西藏。如今在拉萨某企业任第一把手的孙某就是其中一个。那是1976年，来自东北抚顺，刚满18岁的他成为山南地区群结县红旗公社的农民。尽管时间不长，但与西藏农民的朝夕相处，不但是他学会了当地藏语，而且交情匪浅，一直延续至今。毕竟文革即将结束，那时候的西藏农村虽然除了劳动就是开会，阶级斗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生息在这里的老百姓是淳朴的、善良的、厚道的，以致在这位汉人知青的记忆中，像是来到了一个多少犹如世外桃源的地方。可是真的是世外桃源吗？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革命之后，西藏会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我很难相信。我的父亲在他亲眼目睹了杂寺院毁佛像、烧经书的场面，并且用相机把这些可怕的场面拍摄下来，记录在案之后，他本人又是否真的相信由他自己导演的西藏农民幸福生活的新气象？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